咱来看，用尾仔写出来嘛。原子和矿物，啊，你有讲过无？原子和矿物啥物无共？那个讲过吧的。啊，原子和矿物的差别是啥？啊，因是啥物关系？近亲。因是啥物关系？妈妈按脚啊。哎，人啊，安尼问吼，你唔知要安怎讲吼？比如啦，讲他们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哇！你若学起来，你以后变政治人物。啊？嘿。听起来无唔对啊。对啊。但是啥物都无讲对啦。吼，安尼吼，无啦，莫安尼啦，咱做科学家啦吼。好啦，这嘛需要政治人物啦，不要，所以这有人写，你有人爱你政治哦，你讲实话吼，然后就没有选票。讲这个吼，讲选民爱听的话，有时候可以拿到选票。不过问题是咱的选民爱有那个智慧，大部分人是盲目的。柯林未来在你们手上，未来是。咱回到这个原子和矿物是啥物关系？矿物组成原子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原始内底有足多矿物，矿物敢是纯物质？是，是吗？无一定。对。矿物的，你为这会当看哦，原始的成分较复杂，矿物的成分较简单，无简单有诶有可能是纯物质，有可能是较简单的混合物质，这也无一定，所以咱先来大概三种的，咱讲的三大类的基本原始。所有的物件要分类，你一定爱5之3啊，那个5之3第49嘛。所有的物件要分类，你一定爱问一个问题，伊根据啥物来分类？不同的方式无共款，像讲人，咱甲人分类，性别分男人女人，年纪分老年人、成年人是不是拢无共？对。所以你无共的分类的方式，就无共款的分类出来。所以我要甲伊分做这三类，你爱先问讲，根据啥物来分呢？来，我根据啥物？岩石的形成，伊安怎形成的？这研究安怎做出来？来分呢？我甲分做这三类，这三类，第一类金质岩、沉积岩；第二类灰型岩、火成岩；第三类变晶岩、电子岩。咱讲安怎来的？沉积岩安怎来的？沉积来的。那个顾名思义沉积岩是什么？沉积的岩石。我当时我就发觉一个你甲所有问题，人问你的问题你中甲加一个的，安尼量起来就很像答案，但是你像什么都没有回答到但是语法很通顺语法很通顺沉积沉积，你啥物物件是沉积？沉淀。咱电影头前学过清洗嘛，清洗嘛，清洗下来烤落来的油油嘛，油油你讲迄粉沙毋过石头沙有可能底甲足暗，内底佫有一寡物件掺入，有可能变规地。
这个动作咱叫胶结固化，胶水好像那个胶水有类似胶水的物质，把里面的东西，又重新再压，变做沉积岩，所以这个是沉积岩安尼来。然后咱根据咱先把这三种讲了，所以是安怎来？火，这个火是啥物？岩浆。对，岩浆。你讲岩浆爱火，你莫开玩笑，岩浆爱几度？你爱甲石头扬去，你爱几度？几度的温度才能融化石头？我告诉你，至少就3000度。你一个蜡烛的火，几百度尔，连1000度都不到。所以岩浆比火还要热啊！灰形岩，岩浆凝固形成。来，第三位变质岩，看这名就知，变质。啥物物件变质？岩石内底啥物物件变质？变矿物，因为咱讲岩石内底有矿物嘛。岩石内底矿物变质了，咱即块石头看起来，外口看起来就无共款嘛，形状上就无共嘛。尤其迄岩石岩石的结晶一般来讲拢差不多算讲圆的啦。毋过咱的变质岩安地落伊的结晶结构做到地壁去的，地壁就变做咱所谓叫做片麻岩，伊看起来伊的结晶就变做一片一片安尼，所以咱若看到片麻岩，就知影讲这就变质岩，像伊台地下高温高压地落，结构袂改变，所以这就是变质岩。所以变质岩一定有一个前身，伊是为什么变质回来？所以伊的前身有可能是沉积岩，某一种的沉积岩。伊的前身嘛可能是火成岩，伊的前身有可能是变质岩，会哦，变质又可以再变到下一种嘛，虽然比较不常见不过嘛卖讲无，所以咱依照组成成分分做第三位，沉积岩的来呢，咱依照大小。来，那个颗粒的大小来分类，咱由大而小，咱会让分做砾岩、砂岩、页岩。这个砾岩砾岩就是你看会出内底伊的岩石内底有。一粒粒的石头，砂岩就是顾名思义沙土，页岩摸起来就金骨光滑，因为伊的颗粒足细小到你摸不出来。你安尼有感，我经常举这个例子，这个珍珠奶茶，这个绿豆沙牛奶，红茶绿茶，对吧？安尼了解无？安尼给咱理解，红茶绿茶哪有颗粒？有啦，无颗粒伊的纤维堆来的。系你啉袂出来小到它颗粒很小对吧？不然它为什么有颜色？对不？另外还有一种叫做那个比较特别的，伊含有碳酸钙。它是生物遗骸，它的沉积物是生物的遗骸，石灰岩，这包括遗骸又被溶解又渗出来的那个石灰岩中午石洞，这种是沉积岩。那咱火成岩岩浆想要冷却，温度变低了嘛，它为什么？咱台海它，咱的越深的地方温度愈高嘛，
譬如讲伊冒出地表来，一定就会冷却嘛。好啊，伊即摆是火山嘛，岩浆喷出来的火山嘛，伊喷在地表也拄着什么物件？地球表面7层地表啊，第一节7层的海水啊，对，3层的陆地啊，所以有2种方式啊，伊喷出来就拄着海水，就拄着空气啊，敢即2种尔嘛，我拄着你，你讲啥你听讲，我喷着跳火山的人，所以那拄着海水，迄就是海底火山，迄个海底火山，伊会形成海洋地壳，所以伊这个有分类，就是伊的冷却拄着是啥物互冷却？啥物互冷却？那就是讲海水甲冷却即种叫玄武岩。所以玄武岩是海底地壳的主要岩石成分，海底火山啊、海洋地壳的主要成分叫玄武岩。若拄着空气就是陆地的火山嘛，陆地的火山即种叫安山岩。安山岩是南美有一个足长的安第列斯山脉，迄就是火山，因为伊的边仔就是一个太平洋的海沟，迄甲咱的另外一边是日本的海沟，伊相共伊形成琉球岛，也是一个火山群岛。安第列斯山脉它在南美，它在南美，所以咱用伊的名叫做安山岩。好，若没有喷发出来，有没有可能冷却？有可能啊。埋在地下脉慢慢立体啊，所以这种叫做花岗岩。所以咱阁有一种名称啊，这常课节课本介是无啊。这2种因为一个陆地，一个海底火山，一个陆地火山，伊拢有喷发出来，所以这2种咱也叫火山岩。这种没有喷发，它在底下深处慢慢冷却形成，所以咱叫深层岩。就是讲，咱的火成岩，你看拄各取一个字有无？火成岩给火山岩加深层岩，火成岩。火山岩内底有海底火山、陆地火山，海底火山、陆地火山，花岗岩。好，来，变质岩，变质岩就是前身咱变质，所以伊做侪种嘛。咱遮举2个例子，咱用课本的例子来咱应该讲咱台湾较常看到的，就是页岩、沉积岩、变质成板岩。来，板岩有啥物动作？来，食过石板烤肉。去原住民看过石板屋无？咱的中央山脉因为是受到高压的地层抬升，中央山脉受到挤压高压，所以规个中央山脉做水变质岩。所以原住民想要就地取材的做石板屋，所以板岩，板岩。搁有另外一种就是遮个石灰岩变质成大理岩，咱讲的这2种拢是沉积岩变质岩。大理岩嘛，伊种花莲遐的特产，大家好，咱涂骹这就是大理岩，所以石灰岩跟大理岩拢有产生感。我以前这1期消失、2期消失，我以前做中午这第3期消失，恁有注意讲3期的涂骹甲咱1期的涂骹的纹路敢有哪里无同？三期小人大理石
三期的大理敢有遮大地？你讲袂是啊？那扫路较扫遐久哦，一年啊扫路啊扫遐久拢无咧注意，吼、可见咱做啥物代志吼，拢心不在焉。正常啊，大家拢安尼啦，吼、尤其即摆啊，一边行路一边看手机啊，起来无法度，吼、咱来尽量做一个训练，就是用心在你当下的每一件事。这个训练其实是很好，否则你会发觉讲，你后来活了一阵子之后，你好像不知道在干什么。食饭啊呢，配电视，行路啊配手机，好，任何事情只做一件事。你嘛就你多东西，啊，你没有把心放在现在在做的这一件事，你会发现你好像没有活过，这是很重要的事。对啊，来。这人生经验，以后我慢慢体会。好，好来，咱来黑鬼哈，咱平下来记。152页，地景跟岩石，咱台湾有啥物景观来？第一个，澎湖的玄武岩，台湾去过无？澎湖的孔盘屿，嘿哦。你若去澎湖，你一定会去孔盘屿，爱坐船仔过。这是世界的景观。孔盘屿玄武岩，你讲玄武岩毋是在海底，啊哪会出海面有安看到？啊，是安怎？地壳变动啊，海平面改变啊，所以分在你海底物件，它原先形成的是在海底啊，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了，柱状玄武岩，澎湖的孔盘屿地理景观。啊，花莲大理石，甲我讲过啊，个河流水会变作那个峡谷，啊，也有女皇头，这是什么？风化作用对不？砂岩风化作用，头壳浆，颗粒大，抗磨损。但一般来讲，这个抗磨损能力比较强，这个比较弱，所以风赶快给省，也暗棍那家抗磨力比较差，所以就越来越细，头就越来越大。长期下来就怎么样，快要断掉的样子，所以就卖围起来呀。啊，为了要该去啊去上，来看一张发生命案啊，讲逃逸生意，啊，我胜利的啊，你压垮女王头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哦，我叫你背袂起，我用快感念念的啦，哦，我要围起来。来苗栗的丽岩，火焰山。在讲着二地地形，咱台湾有3个二地地形，袂发总爱发球啊。对，离咱上近的来，咱知影月世界嘛，哦，月世界啊，啊这些苗栗火焰山，你若行迄个国道1号过苗栗会管起来一个上坡，啊会看到两边有这个火焰山。它的台中的立体层，咱有这3个，这叫二地地形，啊，很难长植物。来，屏东石灰岩，规个恒春半岛、恒春半岛是一个珊瑚礁地形。台湾问你，珊瑚礁是珊瑚的什么物件？尸体。对，不是尸体。尸块迷雾。骨头。也不是。珊瑚礁是珊瑚的分泌物，珊瑚虫的分泌物。可是它造出全世界好像我忘记那个比例了，但是它面积非常大，比例看在太平洋岛礁总共是珊瑚用它的分泌物造出来的。顶一班甲我讲排泄物，分泌物跟排泄物，好啦，我常来甲人讲吼，讲你拿酵母菌吼，咱做酿酒爱酵母菌对无？做面包爱酵母菌，是安怎念知？因为酵母菌是一种生物，
酵母菌爱食啥物物件？酵母菌的食物是啥？糖啊，所以什么物件会当酿酒？水果跟谷类，水果有果糖对不？谷类淀粉，淀粉是不是多糖？分解变成单糖。酵母菌为什么要酵母菌去吃？因为酵母菌食东迄个物件食落，甲咱人相共的排泄，所以酵母菌的尿尿甲放屁，酵母菌的尿尿就是酒精，酵母菌放出来的屁就是二氧化碳，所以做酒喝酒就是喝什么？酵母菌的尿。做面包为什么要揉酵母进去？因为酵母吃了面包里的糖，它就怎么样？它就开始放屁，放屁之后整个面包就怎么样？被二氧化碳怎么样？膨胀出来了，然后你就把酵母菌连同面包送进烤箱，怎样？一烘，把所有酵母菌都烘死了，所以你面包拿来吃就是吃酵母菌放的屁跟它的尸体。再来我那面包商来搞推，是你就这样啊？可是我来讲啊，你普通你食面包，你搁食袂酵母面包，酵母面包足贵的，你平常时3个50的面包，你上迄揉酵母菌进去哦，开玩笑，迄个然后付成本，平常面包揉啥物？氯化二轨哦。平常面包是揉什么？咱讲的八粉是啥物成分？袂食，碳酸氢钠啦。碳酸氢钠加热会安怎？产生二氧化碳啊，嘿啊，就可以让它膨起来了啊。嘿啦，俗的用这啦，你搁要食着酵母，迄足贵的面包呢，你又无知要食着，迄爱开足侪钱吼，迄嘛是排泄物。讲起来做歹，另外关键国中生物老师说，哎呦，你们欣赏花哦，你知道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吗？你把人家生殖器官摆在那边欣赏哦，讲起来一点都不浪漫的哦。好来，再来讲矿物。咱矿物吼用，这个花岗岩是全部岩石内底体积上侪，啊，毋过地表看上侪是沉积岩，因为沉积岩伫地表上侪，啊，花岗岩拢伫下骹。这三种吼，这三种你看，我看课本图，来，150页这三个图。就是右边这个，151页，前5页按3花岗岩，你来看伊的，咱照看伊规只筛互你看，啊，无你看伊的图片，来这三种有啥物差别？外观上，这上高对无？这上浅对无？内底的颗粒，这上大，这看无，是安怎安尼？冷却时间。上上紧，啊，这拄着水的上紧啊，这上慢啊，这根本下骹慢慢凝起的啊。愈慢呢，越有时间形成大颗的矿物结晶。迄个矿物岩浆变色，岩石内底矿物结晶是慢慢结晶而成的。伊爱时间，你啉伤紧，伊无时间变大了的，所以变纤维。花岗岩矿物结晶，所以岩质生解是这样形成的啦。所以想到花岗岩，咱上爱晒做建材，因为伊看起来上水嘛，内底有一颗粒的结晶嘛，这欧米嘛，这要从哪？歹看啊，这人来做建材有啦，做上面的建材，起大厝啦。你听无着无？
什么叫起大厝？豪宅，这爱讲好好啊！你顶下人讲大厝就是人走了后大的。住豪宅，豪宅啦，豪宅啦，吼。啊，你若无法迄安嘛算大厝啦。若台落迄个规个迄个墓碑用咧看起来诚好嘛吼。啊，规地乌乌安尼，吼。所以嘛，莫甲讲，我袂讲起大厝的，吼。咱以前有一个实验吼，听起来嘛不伤感，对。妈妈怀孕吼，咱有一个台语的俗语叫做“拼袂过麻油芳，拼袂过三地房”，你买什么意思？产妇生产你们爱坐月子，食麻油鸡了无？顺利生产，麻油芳，拼袂过三地房，观察。难产，这充分说明说，依照医学不发达，对产妇而言是高危险。所以这句俗语听起来是很令人那个，你想古早会真正拼会过麻油芳，拼袂过三地房，个困大厝啊，哦，真正困大厝。好来，咱这看目吼，咱讲花岗岩的三种长石、石英、银母，这是花岗岩的三种矿物，嘛是常见的。来咱看，长石是地表最多的，毋过伊经常风化变成粘土矿物，粘土矿物可以捏陶土无？你有捏过陶土无？无三个搬伫遐细啊，你捡起来，敢有成功？啊，有成功就变一个容器，无成功就变一个艺术品，因为扭曲啊。嘿，好，这长石。第二石英，石英呢，咱矿物有一寡特性吼，像讲颜色等等，吼，有一种特性叫做硬度。不是国家啦，印度啦。好，我讲印度是啥物？咱讲连原石，总钻石的硬度是10是最高的矿物类用材嘛。我就问你印度是啥物？有的人就讲顾名思义讲坚硬的程度，钻石最硬嘛。铁的硬度才5到6，比玻璃还少。所以你今天拿榔头拿一个铁锤跟钻石对敲，谁会破掉？你要敲之前，你先把钻石给我，我直接来讲答案就好啦。因为卡维林钻石比碎掉都有可能。你想那个榔头有可能碎掉吗？你用想象也知道，榔头跟钻石对敲，怎么可能榔头会去碎掉呢？钻石明明共推啊个5、6年，钻石是10是安怎？毋是钻石爱赢榔头坚硬的程度啊！你讲坚硬的程度啊，这个名称起得不太好，它不是坚硬的程度，它是什么？表面抗磨的程度。你不但对敲，你要对磨。你对磨的结果硬度小都被磨掉比较多。所以咱切割玻璃不能拿小刀，因为铁的玻璃，因为玻璃甲石英只把硬度一起，铁只有5到6，所以你切袂落。你一直切切到那个钻石没有那个玻璃有痕迹了，你那个铁已经被磨掉一大堆，所以你要拿钻石刀，你切不落。钻石刀是规支钻石啊，我看过啊，大失所望。我看钻石刀，哇，一定很漂亮，无啦，规支都生生。看了最前面一颗你眼睛看不到的钻石，人造的。
好，所以石英纯粹的石英就是水晶，好，水晶里面会有一些杂质，紫水晶、黄水晶这种。来，云母是片状的绝缘物质，片状的绝缘物质，有黑云母跟白云母的种。宝石的，咱内底讲的，像钻石啊，红宝石、蓝宝石一个刚玉，钻石一定没有颜色啦，另外人来画讲，这个蓝钻石，按你讲这蓝钻石你会相信啊？钻石这种物件是碳的四面，一个形成这个碳的四面体中，会把所有的杂质排出来，所以它是纯碳，内底不会有任何的杂质来底，所以没有任何颜色啦。钻石就是透明的，钻石看起来七彩夺目，是甲三棱镜是有共，因为伊折射率足悬，所以伊内底分光，可以把那个白光分成七彩，会足水。毋过伊内底无可能有杂质，所以无可能有色。咱的红宝石、蓝宝石，迄叫刚玉，伊的硬度敢若9秒，比钻石少一级。那个才有杂质，会咱化合物不一样。另外玉啊是另外一种硬度更小的，所以当然硬度要高一点，你才能做宝石啊。你挂过来拢啊磨而已。分找文具，复习。我要顺便，领导人以后我复习我要用一种方式，叫做心智图。敢有人学过安怎画心智图？就是有没有画过心智图？这是一种人家开发出来跟你的头脑里面的神经元发展回路很近的。英国在开发出来之后很多人用这个心智图，在很短的时间吸收很多知识，甚至拿到很多学位。它在帮助记忆理解上面，很多历史有名的，像达文西啦，还有诺贝尔奖得主贝曼，他的笔记，他的什么，都是类似心智图的结构模式。所以，你们学会这个而且要练习。所以我来讲，你等于照这个原则回去，我给你们学习单背面，你们去练习。你卖我进下你卖抄，因为你唔免教我小讲。我今卖把这个单元大概怎么画，我只能大概怎么画，我没办法整个画完。但是我大概原则讲给你听，你回去再一边复习一边把心智图画出来。你在其他科目，甚至你日常生活想解决什么事情、规划什么事情，你都可以用类似的方式。它是一种神经元分裂传达，或者像树枝分裂出去的方式。你的笔记很整记用条列式的，你的大脑记不住，因为我们人是原始几百万年来，就是咱用图像的记忆，咱有文字干那几千年的事情，所以咱的图像记忆，就是咱的右脑，咱的左脑是逻辑，利用心智图是把这个结合起来，所以这帮助你记忆，帮助你记忆。我跟你讲几个原则性的东西。第一，你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？画在中间，你尽可把这个图画得大大的，然后呢，你最好准备不同颜色的笔，因为色彩的不同会当帮助你记忆。中间物件你至少用3种色去画，比如讲，咱这颗是地球，你会当来，甚至你会当，因为这个是可以加的，你可以把这个字体写得立体一点艺术字体。我以前很喜欢写这个艺术字，其实要把字写得立体很简单我现在随便画一画而已。以前我上课不听课都爱画这种东西，所以我高中我一直想考那个美工科。你也让
你可以画一些插画。好，譬如说，我这个地球，我们是讲的，外引力，就是那个或者外部力量嘛。哦，这个课本有时候没，就是这一章的重点。特一节中心出来，你开始分支，然后你每一个分支就尝试用不同颜色。我不要这些，它由粗而细。列图片，你的只要大一点，你如果拿 A4 的，至少要 A4 的，来看找一小笔记本，它用横的，放横的。你这个可以长啊，但是因为我们的字习惯写，啊，你也让它着色，啊，但是从中间分出来，你从树干、树枝过来，然后你写箭头出来，你喜欢咱第一章对。地球上的水，啊，你的字不要写一堆关键字，关键词用，好，冰川，好，地下水。地下水，你加对让，其实咱有讲河跟湖都可以当地下水，因为你看你就把加注上去，啊有的它还可以再分类，就是再分支去看你的内容，啊，但是原则就是由粗越来越细，越来越细分。二来。你有没有感线啊？这个间隔尽量用不同颜色，啊，你可以加插画，好，你列出来就变成啥？比如啥？风化、侵蚀、搬运、沉积，好，这一台一项。它风化又有什么力量？什么阳光啦、水啦、空气啦啥，嘿，你一面复习一面，你有用这种方式来做笔记。这边要有一个技巧，这边哈，因为它有分4个力量，这有流水，各有看风，各有冰川。有海浪，所以你安尼这4种吼，你课本内底有教过，譬如说，这个用不同颜色的线条去做，譬如说，这个锥形图嘛，啊，加给看鹅卵石嘛，沉积流水这个啊。河流出口3条洲嘛，对吧？啊，侵蚀，啊嘛是烧，侵蚀到风，这快，因为你遮做侪物件，侵蚀到风是啥？风能死。啊，搬运沉积是甲风是同一种，啊，你用沉积来代表，变作沙丘，啊，就安尼。这种图你乍看之下会很杂乱。按哥你考卡来背记忆模式，就是这样子的模式。啊，你来写甲一排，安尼条列做清晰，笔记看起来视觉效果很好。按哥它到你的头脑里面，你跟你头脑的图像的你的记忆模式是不同的，所以不太容易帮助你。啊，你会当试看卖，其他相共啊，咱这张出来，咱个拄啊黑，我刚才在写的时候，觉得3大类基本原始里面要分什么出来，什么出来，什么出来。
安尼，所以你也当用一个亲自把整个单元做一个笔记，做一个整理。以后你的笔记本，任何科目或者你在思考任何事情的笔记，就是用这种模式。这在经常练习，你经常练习就会很熟。你很熟之后，你也发现这一种有时候它会带给你创意，它会解决你的问题，更不要说帮助你的学习。好，这个全世界已经很多人试过，而且人家讲什么在记忆大在那个获冠军，你想说这他怎么能那么短的时间记那么多东西？他说靠这个东西。好，来，所以林德明复习的青春，就是在我的学习单背面尝试用这种，你怎么画没有正确的，你要在旁边贴贴纸，你要在旁边画一个插画，但是它的原则就是你不要写太多的字，都是关键字，你知道用不同的颜色，然后有一个中心分支出去，这是基本原则。练习看看，练习看看。我后礼拜修，我会打成绩，我会评选好一点的颁奖，有交的完成的，我就会我会请你们吃点小零食，好，礼拜修，打课。